我馬高斯唔再喺香港做健身教練啦。由2020年11月至到2025年10月，大學2年級到畢業後2年，教咗差唔多5年。自18歲開始健身，做健身教練一直係我嘅夢想。我以前嘅自己都未必敢相信，我憑住一股對香港健身風氣嘅不滿，同埋希望增加大眾對健身認知嘅傻勁同執着，成為咗一個對得住自己嘅健身教練。無論你討厭定係支持我，你嘅聲音都造就咗我今日嘅名氣。衷心感謝大家對小弟呢5年嘅照料。自17歲開始睇英文健身嘅 YouTube 片，我一直認為自己同身邊嘅環境格格不入，我希望去外國闖一闖，但一直冇呢個勇氣同埋經濟能力。今年踏入25歲，慢慢發覺時間同埋精力一直下降緊，我亦唔相信未來嘅自己會比而家嘅自己更有魄力。要闖嘅話，我需要趁而家。雖然我深知香港係一個容易生計糊口嘅地方，但我自從畢業之後，我本嚟嘅夢想係想做健身教練，而家算係達成咗。上年比賽之後，一直討厭喺大庭廣眾面前着住丁字褲展露身軀嘅我，萌生咗成為自然職業健美選手嘅念頭。做教練嘅時候，顧慮客戶嘅需要太多，慢慢令自己嘅健康狀況下滑，增肌減脂效能減低。若我真係想成為職業健美選手，我認為無止境周圍咁樣追求快同埋多，金錢掛帥嘅地方令我壓力好大。我需要一個壓力較低嘅環境，俾我養好身體，腦袋可以喘息嘅生活。我有諗過賺夠錢先至全身退休，去一個壓力較低嘅國家專心備賽，奪取職業資格。但時間一去不返，日後疲勞嘅堆積唔會有比而家更健壯嘅身體。有夢必須要趁有時間同埋精力嘅時候追，建立一個最容易俾我達到夢想嘅環境。近年局勢嘅轉變令我對移民嘅意欲大增，所以我決定今年內移民曼徹斯特，喺英國展開我人生嘅新階段。我唔知道自己係咪仍然可以做我熱愛嘅老本行，繼續線上線下健身教學業務，要卸下用5年辛苦建立嘅事業，喺外國面臨一切未知之數，重新適應一個地方嘅文化，令我呢1年好難安枕。5年前我一直唔敢認識太多人、太多朋友，免得我喺呢一個地方有太多情感聯繫，唔捨得離開。而家先醒覺，當初嘅想法係幾咁無用同埋傻。隨着移民日子嘅倒數，不死嘅感覺只會有增無減，壓都壓唔住。若我一直俾大家比較冷酷無情、不理世事或人情世故嘅感覺，我要講聲唔好意思，因為呢個係我認為讓我斬斷對一個地方嘅感情嘅最佳方法。身邊太多當初話想移民嘅朋友，因為對感情聯繫嘅牽絆，打消咗念頭。我實在唔希望咁樣。唔知我未來仲會唔會拍廣東話嘅健身教學影片，但我確信我對健身嘅熱愛咁多年都冇變過。我或許會拍英文教學影片，曝光率可能會因為競爭市場較大而相對減少，但我相信我可以盡我所能，繼續抽空分享我認為有用嘅知識同埋諗法。好多人話25至35歲係男人嘅黃金時期，係唔係真嘅？我實在唔知，我只感覺到一切環境嘅變數同埋時間嘅流逝所帶俾我嘅壓力。我唔會奢求大家嘅支持，只希望自己轉咗個環境，仍能貫徹始終，唔負面影響其他人咁樣做我熱愛嘅事，追尋自己嘅夢想。再次衷心感謝大家對我馬高斯嘅一切聲音，希望大家可以排除萬難，破釜沉舟，喺唔貶損其他人嘅情況下，帶住健康嘅身心，走自己想走嘅路。有緣再見。